大家好，非常收看基本嘅福气类呢个节目。哇，今日老大家少介当到当有意思嘅东西，老食有关系。就准备有只地方哦，你讲许多改变吼，又好搞又好料又好食。不过很好从老解释，佢都对食嘅重视。今日要当到嘅第一句老食为老大家来分享，大家来分享你今日嘅来宾你又来分享嘅是系你读准备后食吃落嘅老年年大姐。嗨，大家好，我是的竹北后食聚落嘅月圆，我做头副嘅哦。當分享來到倆客家電視台，然後大家分享後食聚落到底有乜嘅好東西、好料嘅、好搞嘅呢？分享大姐吼。讀梁志謙還是在那台這裡打嘴鼓，個打嘴鼓個結果呢，我個性格是係，我覺得你做得來做主持人。哎呦，安台姐，你以為冇條路啊？我其實咪冇條路，不過吼，我做台這件事都有意思，因為吼讀節目之前我去分享動到後食聚落的東西。什麼呢？我本來已經遲到動不得了咧，本去講一下吼。吼，佢用驚呼連連來形容，就喊好不得了吼。不過一開始向前邊會知道講，你係乜個意思咧？乜個讀作俾一隻地方，有隻後食聚落，又好料，又好食。你先從睇隻簡單來講一下，讀嗰隻地方佢係用嘅一隻空間。後食聚落啊，安尼客家話講後食嘅食落。第二作俾地方，大家都知啊，第二作俾係高鐵竹北站。全部旁邊除了科學園區，棟到嘅都市叢林，棟到嘅水泥、鋼筋一大堆。韓國啊，啲倆高鐵呢就實去、實轉，幾年咧就種。但是呢，喺後食食落地擺，天然嘅大樹，天然嘅鵝背草嘅地呢，地擺有6、7沙，全部係自家做頭呢，自家炸油。自家做麵包啊，自家煮飯，自家來做倆泡菜，讓大家分享。不單係讓大家分享，安樣嘅好東西，我哋都做嘅東西啊，全部，比如講，我係做豆腐嘅，我係做頭呢，我哋都全部係來源，全部清楚。啲馬沙種嘅頭兒，啲馬沙種嘅菜，有水果係馬沙種嘅，乜嘅時節。炸嘅做得炸嘅做唔得炸，韓國啲油係咩切㗎？細現炸嘅現煎嘅油。韓國啲麵包唔係米唔係小麥做嘅，我哋全部用米做嘅。台灣人嘛，米最重要，故所我哋都做嘅，連個麵包就係用米做嘅。韓國哦，都市食飽最重要。個大家人按現來坐高鐵，所以到倆高鐵竹北，哎呦，行到來最早都市要嘅吼，人群馬黑，所以落來我哋都食落地擺，馬上就搶呢個紅茶、食啲茶。韓國呢都市要嘛，所以兩個要廚房，會準備簡單嘅現煮嘅飯菜、好東西，讓大家分享。我啟動你真的就得做後食聚落的代言人，代言人係講要真係應該海報有冇？我就你就是第一個代言人啊！所以咱怪個六郎之前也是在大家就咧講，其實你係講介係只村，你可能係介他地方嘅村莊。哦，種的，安尼我幫我種給你打師傅啦。冇，公司台北睇這共同非常好。其實簡單來講，有只東廠嘅理念，個理念是係去到你講兩下間人做隻按摩行，然後大家食東西有食到腦背，食安嘅問題有按樣從。你講兩下慢慢，大家會推動講，你食東西越來越好，要吃得好，越來越天然有冇？所以共同兩下，所以你都非常係重視了一部分。所以像台姐講嘅。有冇來倆台塑化粗糧啊？料有冇料嘅時間？有冇有頭年好利，有咖啡好利，有東西好食？所以這是你們一直想要推行的一種理念，對不對？啲啊後食食落地擺啊，
希望侵转人老人嘅距离。透过你刚刚安尼讲嘛，你坐高铁，你走上走下，对，然后你也坐又楼上楼下哈，根本就冇打招呼，俩人喺度嘅公寓地板，那都是想侵透过嘅，强人是差过路嘅，来聊哦哈，转移个鸟不卡声音呢，起来哦哈，就是这种人跟人嘅距离，希望佢哋聚落地板侵转啦，有时候我都要七只冇穷样嘅。职人，大家做的东西，你老爱好，爱老你好，大家你就互相接受。就算他的不看是保证，你阿妹五点去，转移是不看人煮嘅，也係煮本不看人食。所以古時候，你聚落地步，大家轉咗成日停下來土，我都比如講你發酵房做泡菜，一成日呢啊，賺2、3世、3、5世，來到聚落裏邊嗬。跌轉啦，大家因做嘅家家愛用，也係嗌到成日呢。另外一隻2世嘅做麵包嘅安度中漢，嘅成日呢未賺2世，跌轉大家就識記，所以哋啲聚落地步就等於日常生活中嘅5種不同的營養成分，比如講我係做豆腐嘅蛋白質，也有新鮮刺激嘅油，現炸嘅怪絲嘅油，也係有啲蔬菜，也係有啲嘅麵包。韓國啲嘅泡菜，成日呢全部規日呢就啲地步東家냠냠嘅，西家냠냠嘅，成日餃子誒就拉佢來不卡。躺台這樣講，躺台這樣講，我有聽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同重點，佢嘅意思係講，你來到厚實聚落，你一天的營養，我在這個聚落了解提供，全部都不一，全部都供給，全部都有，因為你講到，因為你講嘛先。講到嘛，簡講菜油嘛，對不對？哈，講到奶油奶嘛，草貓講到油嘛，對不對？所以等於是，你營養改進這種的均衡飲食，其實你走一遍兩家提供，你都可以取得。你睇這講到按到上片啊，看到東到西改東西，你先從你所謂想講，喺到底有嘛改有意思改東西，我覺得我們要一個一個來介紹，好冇？你先從帶來東到的東西，一開始哈，恭喜財富，一開始還是先看到改管油。為什麼呢？因為一般人帶來嘅油都係苦茶，恭喜財富。你客家田是做了按豆嘅節目，流量的按豆是服務按豆嘅人，我們先看到苦茶。你兩個人提起白服務，帶係紫蘇籽油，你客家話講怪絲，你客家油聽說也是你們很厲害的東西，動力會嘅東西。怪絲啊，係你客家人炒肉。入麥最重要嘅配料，而且提神了的Omega 3最好。係，而天然嘅Omega 3不耐高溫，所以呢，怪絲嘅籽打出來油含有魚油的成分。但是呢，佢係齋嘅，嚇你有的人實在你唔敢食魚油嘛，所以你係最好嘅Omega 3含安樣嘅當多嘅油，怪絲嘅油。天然嘅你兩個聚落地板呢係有。苗栗我偷粉煙等也係我認識，我認識啲富康老闆哈，陳老闆，2、30年咧，天然最炸茶油、茶籽油開始，年年就係去啲南莊啊，安尼3年啲散蛋糕，然後安尼客家莊啲富強嘅人種嘅茶籽、茶油、苦茶摘下來全部保證收購，轉來世界。講嘅係苦茶油，對，但是你下。因為苦茶油講嘅，從當到嚟，肯開苦茶油加天然嘅氣味，你當然冇辦法接受。故所以兩個陳老闆啊，哈，因為簽到當好嘅天然嘅兩個怪絲，用兩怪絲來代替魚油，本來實在人要肯下多嘅吸收，而且油講嘅下多，最重要係乜啊？現炸現煎，你煎好長久。長久嘅油會氧化，油最強吼，嘛個東西，上新意皮嘅些，它已經有油耗味，就該種是非常嘅定音，非常嘅定音嘅。是像太仔講嘅，其實基本帶來有個按講怪事嘅籽做嘅油，我可能先從哪有籽帶來。你說佢嘅豆嘅籽，就做得做佢豆嘅油，你一罐哈500cc， 差唔多8萬粒嘅按樣嘅籽，按太仔嘅紫蘇籽。去炸到嘅油啊，泡含有17%嘅油，故所以我咪用啲紫蘇籽炸出嚟泡，
老盐穷下炒炒诶，好，老胡椒盐一样的意思，走紫苏紫渣的配料，所以你只会煎豆腐、煎软的时间盐一些落去，哦，全食物里有。哎，可是你讲该泡，係讲你咋个用泡去再利用去做，像你炒菜做那种，安用嘅东西係你都要改吃咯，这样油係冇？係，就係因為我哋都吃落啲白，要安樣嘅油。今年你這個炸，你係去買油就那咁多呀，湯嘛。但是要嗌到煮落啲白油一台炸油、炸起嘅油，所以當你就算有啲白工作人員，除了當響，差唔多10點開始哈，11點你就皮嘢到誒，哦炸油油，嗌到就麻地嘅，係你當幸福嘅，你自家有什麼？啉嘛，你自家有啉嗎？當然有啊！哎呦，但就算紅起來兩隻先啉涼。咁難怪嘅面皮可能攞去油有冇？然後面色有暗漿有冇？然後可能當有發的，所以你當你都有啉你自家做誒，你的聚落產生產出的安樣解呢種怪細嘅做嘅油，係因為老虎茶有強嘅菇味，因為就算佢食。一通吃，兩通吃。從苦茶油做得較面線，你睇你倒好苦茶，兩味做得安樣做。也較面線，拌青菜，好就上油做拌飯。係講做，你講沙拉有冇？沙拉安樣嘅東西也做得做安樣嘅油，所以你看到糖你家睇這個起來，安樣嘅油功能很多。因為其實最重要係，因為你都自家做去凍起，凍起冇相關，佢實在你也做得食，對嘛哈？實在你有營養，含造型呢，你做得啲，哎呦，包容性體，係講炒菜也做得表現得，表現到沙拉也做得表現得安樣嘅油，所以功能都唔多。最重要係你食落安心、安全。新鮮現炸，冇錯。好，所以鄉親朋友咪講，家下要買嘅聊下，定下當多東西咯，大家都分享咯。今日當翻宇宙的繞牆到這個老太仔呢度節目地度，讓大家都分享吼。其實講實在會按多年過來，其實大家人類在從事新兩件事情哦。然後推辦啊，講實在會還有動豆改提供不同的角落，其實有動豆改小農啦，或是不一樣的角落裡面，它也有動豆音去推行說，其實我們要開始慢慢來重學一啲細改東西，而且那個東西就是越來越樸實，越來越質樸，然後人類在自然，有冇？睇白從爸爸媽媽該種嘅年頭，佢都食東西的世界，其實反而那個時候的初食反而是最好的、更健康。現代因為太多的這種添加物，按用改食品，你講食品貼豆類，所以基本上貼片繞牆的老太街咧，大家都少改按用改食物。也許東因為講，其實我們好像很多其他的食物也是一直在介紹，但是我覺得這個聚落好冇用改提供是，我覺得是感情不一樣，溫度不一樣，而且其實帶講很好像說哦，我們是要強行推銷吃的東西，其實不只是這樣，我們講的是因讓因之間改一種改互動。我覺得這個是這個聚落裡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而且恭喜財富以後帶來的東西，老實說，這個種類還相差蠻大的哈。就是為什麼呢？聽你有咧小講講，有講聽你有咧講，在旁邊我們說這是有泡菜，對不對？哈，然後條頭還有你講，他剛剛都好是改豆腐雞，對不對？這個也是你們那邊的其中一個好的產品，咁樣講。你都好是攝落啲白，要6隻冇同樣嘅產品嘅鋪子，按照豆法，也係發酵法，剛才講嘅係油法，然後你講嘅發酵法，你發酵嘅東西啊，就天然嘅微生物對腸胃挺好。故所呢，但是呢，你也加要湯嘅法。也相反呢，就對身體就唔係很有幫助。故所我哋都會倡導咧，推俾馬納食品咧，歐老師，讓我哋都有19年以上嘅教親，天然用嘅時菜嘅做法，用天然好嘅高麗菜、條頭、蔥頭子，還有各式各樣嘅小黃瓜，薑嘛，用天然嘅高粱酒、花椒、廚師嘅。韓國一啲啲嘅鹽，就按樣本佢切架自然發酵，發酵1禮拜以後，天然嘅酸味就出來。故所呢，佢哋係要最好嘅蔬菜呀，就係冇使農藥，冇用化學肥料，所以叫天然嘅乳酸菌當酸。
无清好，一水同食起来系酸嘅，嘿实际上佢就会碱性嘅嘿，是两种嘅东西对肠胃当好。嘿，像根本应该有看到台这带了一罐豆腐乳、豆腐乳嘛，就是2罐哈。那伊可能是用，我就觉得说，你豆腐乳让来挑白看到诶，冇买强了，你他刚刚都好帮豆腐乳，因为冻香啊哈，冻到两片看，佢看起来颜色好冇暗青，颜色冇暗青有冇想过，它当头又浮了一层。好像是油改东西，我就说怎么会这样呢？有秘诀是不是？伊里面有做哈秘密系吗？有冇做清理啊哈？你啊豆腐乳，我按爷爷做嘅，我用安尼台湾本土嘅黃頭嘅烏頭嘅熱頭曬，是台灣嘅鹽是滷嘅。韓國呢，我哋都冇用也黃頭泡，一般人會買黃頭泡去嘅。差不多點買一斤半斤作來細細啊滷啦，我冇用嘅，我用啊天然安尼切架食飯嘅再來米嘅發酵嘅曲菌，故所以看嘢係淡色，韓國人有幾下淺色呢表示嘅係9到3個月5個月以內因淺色，啲天然嘅東西對腸胃基本強養，要當多嘅乳酸菌唔係乳酸菌，天然發酵嘅微生物，因下會做食下會煮飯，就比不上了微生物大军啊！佢也都發酵嘅色香味，到絕對係唔係按你廚師做嘅出來嘅。所以按樣嘅豆腐乳，唔講係幫飯、磨麵包，天然嘅香氣，韓國讓腸胃很較容易吸收。麵當腐嘅油係乜嘅呢？你一般你攏是麻油豆腐乳嘛？我哋都就冇用麻油，我當然用啊食落啲噃天然嘅。拐絲嘅油，你做油封，對，當然跟紫蘇油、拐絲嘅油是做得黏嘅嘛，當然做兩面吼，那個油封起來，本安呢個豆腐乳是吸收到啲紫蘇籽油嘅香氣，讓柔潤感，功法做出來變咯。問一下，所以呢豆腐乳係講你都食嘅時間，咁梅頭。那一般你市面上賣到嘅豆腐乳嘅梅頭會有一些些冇強溶冇，唔係一些些咧，係凍冇強溶，佢油嘅味道梅頭冇強，面絲冇強溶。豆腐乳係愛用台灣嘅頭啊，用海水做嘅，唔係用石膏嘅，所以做出來嘅東西佢係硬。冇像一般嘅石膏做嘅很軟，韓國啊，我用熱頭曬到攤起來，就本機很較走。等下，我談睇這樣講，我係講冇攞去打斷，我冇拜託門很好多嘅門天，我談佢咁講，我會知道哦，有一個動強嘅地方，什麼地方呢？在地化是你剛講嘅一件事情，就是你用的就是在地食材。佢家講乜嘅？我用嘅係你推翻嘅熱頭，推翻嘅讓，推翻嘅海水，係我冇用乜嘅，我冇用乜嘅。你除了用在地化的食材，可是天然你一定強調的，對不對？可更重要的事情是在地化兩件事情。所以你剛剛連太陽都是自己的，係嗎？那是人也是，因為我就 head 台灣。全部 made in 台灣，所以我就兩面係你剛剛講到安東，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全部在地，因為用在地嘅食物、在地嘅植物，唔是按多嘅油錢啊，輪船飛機減少那個排碳量，碳足跡，對，韓國唔是按到水，進口按到水來食，故所我哋都後食聚落為發展咁樣，朝大切架強下來做，希望全台灣省嘅每一個聚落、每一個社區，就做得強下，誰做的此生開始做，開始用在地嘅東西、當季嘅東西做出來。所以像台姐講嘅哦，其實今天係來到大家講，因為慢愛東西係原因，重點是係講，我們是這樣在做事情的，好，我們你按樣走，你個態度係按樣因，理念係按樣因，希望係按樣因，希望講係我今日獨有看到天時嘅鄉親朋友，我們等於是一點點的力量，每個人的力量加起來力量就很大，你大家強下來走，其實。豆腐乳大家都當好先，因為做啲安樣做豆腐乳，用好嘅油、好天然嘅東西。你好頭擺可能用到好冇很天然嘅東西，你是盡量去下啲嘢，天天咧改一改。對，你慢慢攞去改，其實對你大家嘅身體咪好。係講你嘅面皮上係從你嘅睇這按油哈，皮膚那麼好，那就是要多用這樣的一個理念去吃我們的食物。
因为当然是七家人种的东西，七家人做的东西，你脚踏到两片土地哦，你有没有吃到它食材？所以你心情自然会好啊！我今边做係有功德的，你啱成日講嘅，你做了係有功德的事情哦，唔係去賣外國人嘅來啊。跟你聲音很棒嘅，可以走得了解你嘅力量，而且支持你，因為說這樣是很棒的。所以我當感謝，根本你來嚟錄音，我做得來就表示我不靠用人做事，我聽我嘅怪物。節目播出嘅時間有很聲音群啊。當然係啊，馬時我等下就很聲音講，沒有人買嘅時間，一天讓人同學全部都上網，你還播出去哈。媽媽的力量有冇？很聲音群，還很通好，強下群係冇。咁個講到咧，聲音很用有群天時咧，重點來咯。你講到很多都是這個聚落的產品，從冇？現在有一個。你講做豆腐係嗎？係啊，呢度豆奶兩片咯，好冇？咁我講到豆奶兩片好有意思。一開始咧做節目嘅時間，一看到還是看到，那個是豆奶，我一看就知道。可是又加豆奶凍又意思，它底下有一層黑黑的，大家就很好奇是什麼東西，係買東西。你有先食看的嗎？要做成皮的嗎？我發現大姐很會引誘我。你先試下啦，皮下啦。我哋啦，其實該挑下要挑問一下大家比咩？其實是你們自己也是一樣是起了地圖用音以為走大臂係嗎？後石聚落地擺最重要嘅菜地法，切家做，安全做。古時候我哋都不但係講有油啊，有泡菜，有麵包，還有咖啡，因為呢下食材是黏嘅東西，挺普遍嘅，所有嘅街頭巷尾去看得到咖啡到處跑，茶店到處人手一杯，我哋都希望手搖杯，食家食嘅東西，好像整個人都不舒服，對，所以古時候你要食下好嘅東西。錢買到嘅同樣嘅錢，花同樣錢做得買很卡好一些嘅，比如講我哋都係咖啡店係果咖，陳老師是專門教人用半天去炒豆啊，選擇下好嘅生豆，因為生豆係唔會生菇，炒好嘅豆係還會氧化，所以你總唔能去買炒了很久的豆子，因為它就會有油耗味，氧化了就是生成黃曲毒素哈豆。我覺得我可能喝很多黃曲毒素的，我前不一集。有時候就教你切家炒1禮拜、2禮拜以內切家炒到頭嘅刺嘅頭嘅，有時候我問那裡刺嘅頭嘅頭鴨嘅頭呢，好好嘅生發，有一啲嘅生發嘅趣味啊，嗬，我咪。一氣子呢，哈，我咪做的是咖啡呢，所以我做乜嘅咖啡而加牛奶呢，我加我切加台灣人切加種嘅頭奶，所以我撈加咖啡加到頭奶啲吧。所以這就是咖啡奶豆奶，因為我係做頭奶嘅，所以咖啡頭奶，我係買咖啡法就變到豆奶咖啡，所以根本也係咖啡豆奶，好繞口令。所以其實大家做咧看到咧下度鏡頭丟看到嘅是幾個咖啡豆奶哦，但係該稱其實就是很新鮮，頭尾炒出來嘅咖啡，當頭該呢是你先從嘅攞睇這幾個清手做嘅頭奶哈，所以這個比例也是當然。對佢哋嚟講，聽錯係黃金比例嗬，你因為你聽錯當好你。不過講實在話，大家看到頭奶，所以大家是會想，那要怎麼喝呢？糖公有可以說是一瓶2種嘗試不同的口感，到底怎麼喝？你請你家鄉親朋友先聊下，你馬上你等下陣再嚟講。歡迎做啲繞牆頭老太仔呢度節目哈，然後大家都小解，哇，真的很多東西哈，我們一擺子做啲講題嘅哈，講不完，再加多幾擺啊，非常解分呀，因為好解東西實攞大家都分享嘛。你上堂節目又講到了頭奶哦，其實頭奶好，你就是主人嘛，本身是做倆嘛，這倆是係你一個親手來做嘅。你剛剛講到咖啡頭奶，其實一開始先練，先做啲先練的頭奶，錯，然後再來。
摇一摇，冻好手摇杯黑毛鸡架摇一摇，是不是自己摇一摇？哦，那个风味应该是非常的特别哈。一瓶双我跟享受罗大姐讲哈，对，一瓶双享受。下白了一改时间，我们就是现场来喝一下，来试一下，对不对？因为它这么多东西，你讲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因为我就想说，哎，我看到豆腐衣，豆腐衣明明是崩模样，你讲到两边，我们有一个比较，你看，我们就说，哎，你刚刚说很有气质的东西，现在来了，哎，那种棉棒，对不对？棉棒也是自己。而且不一样哦，这个很特别，也唔系小麦，也系台湾嘅米，这就特别了。一般你讲走棉包就是小麦，对，可是是米包，好，你特别食过法版吧，法版做米做嘅，也系米做嘅面包。古时候呢，台湾人就食米台啊。所以中国人尤其东方人是米下豆嘛，古时候用米做，还冇跟小麦麸质给一律。而且我觉得不，但强安用你啦，其实现在鼓励你台湾改你改用亲朋友，我觉得我们要多吃米食，嘿，是看卡豆给米哦，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吃米的音嘛，哈，所以我真的要鼓励台卡豆是米两件事情，所以你要写米做的米包，那根本应该连钟汉师傅啊。他哪体恤你什么？我觉得钟汉师傅会耳朵痒。对，你摸了一丁懂米包对不？很表牺牲，因为底下天气贵啊，台湾嘅菜体圣山嘅莲子啊，那个艺人来走落去，因为佢讲底下固肺，所以底下秋冬季就会搭配在当季的时令的东西进来，古时候我都会厨房地板嘛共用，底下面包地板你抹我给豆腐衣。绑那个泡菜，随天然嘅冇湯嘅泡菜，你食過冇？唔係我被臭豆腐綁嘅要甜嘅哦，我哋全部係自然發酵乳酸菌嘅泡菜，蔥味當好，豆腐又安全，咁樣簡單嘅一餐早餐也係下午茶三明治，保證你當健康嘅。韓國啊，我哋都有廚房，就會同樣用，我哋都有以簡單的拌一啲當季嘅，像啲還有蓮子，就會拌蓮子。所以你們也會有哦，所以你都會用一家嘅料理，一家料理就撈兩6、7隻鋪子做出來嘅原料嘅產品，兜起來本來餐飯嘅面客是一隻肚飽個，冇不應餓到啊。所以做得起都改變以餐飯，餐飯對，還有口餐係嘛？對，很凍到韓國啊，來後食聚落最重要，看得到、食得到、買得到、很學得到。我哋都做得夠你，我從我做頭奶奶，我做頭腐，我夠你做，你轉移你自家嘅。有，你要做飯就做做，你嚟表示我起過，因為我講台姐應該頭奶吼。看起来好厉害哦，動力去，我做啲賣嘛，我教你，我想講，哇塞，我是不是覺得哇，所以我先學嚟做頭呢？因為其實就是要自家通手做，不難呢。所以唐公你食營業還有口腔係嗎？係食營業口腔有做咖啡。像你看你這麼我會賣嘛，兩岸咖啡師傅陳老師啊，就會教你用半天選擇水洗嘅日曬豆，台灣嘅調味、外國嘅調味，又下香嘅，又下特殊嘅原豆啊、香豆各種冇同樣嘅調味，用半天沖出一杯好咖啡出來，所以果然有好咖，都在後食聚落裡面。我嘅口腔呢，做豆腐、做豆奶，當到豆腐頭啊！個豆腐頭除了種菜以外，做乜嘅？做得煮飯，做得煮麥，做得煎蛋餅，做得加到麵包底部做餅豆渣就按照豆腐頭。我有學過一種嘅東西叫做豆渣餅，嘿，所以就是你講嘅嗰種豆腐頭。我那時候真的好笨。就是愛唔地該買東西，佢係對纖維高纖維，對，所以兩行人食個凍河。結果問一下，佢講哦，那是豆渣餅，冉改一袋，那當然基本讓你煎，其實煎好夠好，佢很容易料理啲嘛，它還可以放到湯裡面煮，所以好險我好險沒有講錯哈，我講從來講過台這一面前有點考試嘅感覺，所以我見佢表到湯啲唔多，比我想象中的好吃太多了哈！豆渣嘿，然後馬鈴薯也係番薯粘起來，用頭皮包起來，你講拆開起來，就像啲福袋樣，變到湯的，
煮出来。哦，那你这个好精致，应该很精致，还做到福袋。你也来学做嘛，我都就会教你用板用天然的东西，两技术，你只要很痛熟，学下到你也熟摸听痛哈，煮摸嘛好。莫听想习，但是呢，亲手做不我看认识，用切家认识就按简单。做得做本朋友是吗？当然。所以其实大家来分享一下哦，是像台姐讲的，其实你下好食聚落地图有口仓哦，其实大家做咧报名，千万用因报名啊。FB 啊，你下有上音就 FB 上去后食聚落打落去，全部 FB 脸书，免数当免数，你只要打关键字后食聚落上面所有嘅字型都清清楚楚。太棒了，是走在报名去，而且可以招团吗？招小团去？当然啦，欢迎招团跳下来，招人跳下3人，因为招到来时间啦，你转去自家做的时间啦，你要做打最久。哎呦，我落條坑，條坑咧，我落條厝咧，我打到條厝啊，我頭腐發，震到條路咧，全部就3、5朋友。我咋個問一下，遇到街邊有導覽冇？有日本人。我也都會排俊男美女，歡迎大家，全部就會來讓你簡單，又簡單版的哈。我發現你們很有策略哦，是啊，對不對？你看，遇到街邊有口倉哈，想令咖啡自家好是用因為就是選豆子，對不對？認識咖啡，認識咖啡嘛哈，有做在走頭呢，有做在走動到某種嘅東西。主場啊，導覽還會安排，對不對？帥哥美女帶導覽，是不是？我覺得這個好是動動，我覺得來躺到底下，我覺得這種感覺其實可以整個帶動你們的整個社群的關係，而且你們的整個社區，你都改變改啥體，也是一種帶動一種社區經濟的那一種一個理想在裡面。對呀，地北啊，後食聚落就希望，我都做東西嘅人有生計。有錢的嘛，就得搞生法，好好的搞。冇愛底下坐到啲咖啡都唔敢啉，係嘛？冇愛做埋叫你咁來。要好好嘅生法，要做照顧到呢片土地，顧到生態。如講採地嘅東西，安全嘅種法，如果要兩技術通俗來做，回到社區好好嘅生法。本安尼嘅後生人，唔是南漂北漂，安尼日往外跑，為到乜嘢？為到屋卡勞亂，你哋人社區地位做倆炸油，做豆腐愛做嘅10年啦，吼，蠻要到。但是呢，你也願意回去努力向下做，你轉移自家嘅社區地位，做好好嘅改善呀環境，然後改善自家食嘅東西，最重要改善自家嘅生活。唔是講往外求，照顧屋企老嫩，你係好食聚落最想愛讓大家分享嘅，每一隻台灣每一隻社區，攏有安樣嘅集成一隻社區，食的基本的油啊、米粉啊、飯啊。蛋白質全部有安全感。我覺得台姐真的很怕沒有講到哈，我們一直強調好多，然後台大都講有泡菜吼，有豆類，有麵包、米酒呀。咁講到呢一片吼，時間過得凍㗎，趁節目嘅最尾吼，你家家都講一件事情。其實根本你身上穿的青紅皂嘅，好衫褲然後領巾然後，哎呦，你現場你講嘅鋪嘅東西，強容係你都自家都做嘅。生活係一種多元的，不管係。吃的東西，比如講我家下來倆洛陽，我家所有東西我就用倆，安尼客家嘅發布台，卡電來啊，或者打電來，你就唔是手用塑膠台，也唔是用乜嘅，塑膠台唔是用塑膠台。我哋都師傅啊，也地位秀芝姐姐，我教你釀倆天然的樹木染，用倆來包也嘅頭布衣，用倆嘅棉布袋，棉布嘅織的袋子。提這個豆腐乳，提這個豆漿，或是環保該用來插管，天然嘅東西重複使用，安尼塑膠台就會少用一隻，這個就是全部要開口塑膠台噶。你啊，前些日讓大家來分享吼，其實所以個鄉親朋友係講有看電視吼，大家會知吼，其實你要靜下你個主題吼，是好是個東西，是空田個東西，最重要個。
环保停出来注意啊！你刚才讲的嘛，你讲种菜皮嘅东西、梦龙玫瑰嘅东西，你係一种环保嘅概念，错吗？你讲到你下，你讲有一楼安用嘅东西，我们也是真的。你如果度好停出来用到安用嘅东西，那你就一定要注意，一定要2次利用、3次利用、4次利用，係讲有法涂改法，係冇好你真是为整个世界热热球嘅世界吼，真是你为开腿。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好，节目改追每再讲到大家都讲一下，11月有课程，对不对？错。而你新兴嘅改口腔就是有咖啡改口腔，错。哈哈，有豆腐挑改口腔，豆腐挑改口腔，到底係新嘅叫好。来讲自信，然后对某项讲，你改强，你改向前朋友係讲对，你读做白改，你讲后视镜落有兴趣，我个口腔有兴趣，世界东西有兴趣。其实你送师兄太仔讲嘅送免术去擦，所有改自信嘅咪咪细细，好，我想要当冲然后节目最尾到两片太仔，本意是一季80號一季哦，好，那大家來講一下，其實就是我們希望大家做的好嘅東西，還有埋好嘅環境。好食聚落，好食嘅食樂，最重要是希望大家轉去做輕簡單嘅高安樣嘅生活。太棒了！今日副總師母太濟吼，有閒接來，好鄉親朋友多啲一片，相信大家就當上嘅夾去差，到底其實有口腔吼，分享大家夾去係講有時嘅，聽下來呢，聽認同線上咧做認同了。